57岁的庾澄庆、哈林，3年前和主播张嘉欣再婚，继女儿哈密瓜出生满周岁后，张嘉欣去年11月又顺利诞下儿子哈宝，婚后依旧幸福美满，让不少人称羡不已。不过鲜少让家人曝光的哈林，竟在过年期间大方分享全家合照，吸引不少粉丝关注。哈林初一5日在脸书上罕见晒出一家6口照，并写下有妈妈、太太、大宝、二宝、小宝，还有我与老宝，笑说这一家人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一模一样啊！难得的全家福照，只见每个人的脸都被 P 上庾澄庆，搞笑向粉丝们拜年，让网友们纷纷表示好惊人的一家子，这基因太强了，乱来。害我看得那么仔细说，贺岁惊悚大片的意思。据了解，哈林为了陪伴妻儿，这几年推掉不少工作，粗估少赚上1亿元，但他仍相当享受当奶爸的。日前被平面媒体直击家里喜添新成员，哈林也大手笔住进信义区1.5亿元豪宅，让他能在家与孩子们享天伦之乐。